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3章1到17节。马太福音3章1到17节，和合本圣经在新约第3页，其他版本请看荧幕。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块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13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现在请本堂郑牧师讲道，题目是祷告操练的第2讲，旷野的生活。旷野的生活，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为了这礼拜能够平安经过，献上满心的感恩，也为了主日就有福气来敬拜你。感谢神，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身上。上礼拜这过去的4个礼拜，我们有灵命的操练，然后享受安息，因为这是神你的允许。我们到主你的面前，到主你的怀中，我们就要享受你所赏赐的安息。我们感谢有4个礼拜的操练，让我们更明白安息的意义。原来源头就是在主你的面前，要回到你的面前，归回安息，才能够得救。献上感恩，这时候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敬拜中间，要来学习我们的祷告的操练。求主你让我们与你的关系，借着祷告能有更亲密的关系。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赏赐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平安。我们到昨天为止刚好结束我们灵命操练4个礼拜，我们享受安息。我不知道从享受安息中间，我们是不是有更明白它的源头乃是要到神的面前，跟神有连结之后，我们才有办法享受真正的安息。而这安息呢，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能够呈现出来。也就是你对你的生活有没有更感到更享受呢？觉得它更喜乐呢？更富足、更丰富呢？有的话呢，你就能够已经领受到神赏赐给我们的安息。盼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我们都非常的忙碌，而且我们的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种种事情，让我们觉得经济上有压力，让我们觉得很多的事情好像不合神的心意，
但是我们仍然能在神的爱中间来享受他所给我们的安息。今天我们要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是上次我们已经学习过有关祷告的操练。今天是第二讲。当第一讲中间，我相信我们有一段时间让大家从9月到现在，很多人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灵修中一直在操练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内室的祷告。我们首先要问说，祷告是一个很难的、困难的话吗？因为它是以父神来讲话呢，或者是它很简单呢？有些人是相当的简单，因为他只要眼睛闭下来，然后头抬起来就已经祷告完了，所以他祷告很简单啊。但是你有深入的祷告吗？你有感受到那不是在一种交代一件事情而已，而是真正跟你在祷告中间的这个父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有互动关系在吗？你的祷告有深入吗？圣经中的教导跟我们要学习的道理是这样。我们就盼望有4个主日来，这4个主日中间，我们中间都有一些空档在。这个空档中其实是要让我们去操练。像内室的祷告，我们从9月15号到今天已经11月初，我们至少经过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不知道你在每天的灵修中间有没有去使用它？你还记得怎样是内室的祷告吗？我们跟旧约的会幕的建立，如何用会幕从外面要进入到一直到圣所到至圣所这一个过程中间来学习我们的内室的祷告。我相信你在这过去接近2个月中间，要是你每天都有内室的祷告的时候，你一定有觉得非常的饱足感。你跟神的这种关系会觉得更密切，因为你每次都预备了心，你都将自己献上，然后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然后洗净我们的罪，才进入到圣所。进入到圣所之后，依到陈设饼，就先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神在我们的身心灵上都有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有到金灯台的时候，你看到这圣灵的光在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而且圣灵的那个光，就是圣灵的像那个油一样，提供我们源源不断的力量给我们，才进入到我们平常所用的祷告。祷告完之后，也不要就转身就走了，因为你还要享受神的同在，进到至圣所的地方，领受神的恩典给你，跟神来立约的祷告，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你要是每天有这样祷告，你会觉得你的灵命已经渐渐的坚强起来，因为神在帮助了我们。这是内室的祷告。我们今天要在学习是旷野的生活，接着下去我们总共有4个讲要讲，所以这边也来问一下，说你内室的祷告到底操练如何？你领受的是如何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在你生活，你觉得在你生活中环境中要进入内室祷告有容易吗？原来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内室，关上门，向暗中的父来祷告，暗中的父会照你所祷告的来祝福在你的身上。你经过这个操练之后，你是不是可以再问说，是否还有其他方式呢？其他方式不为的是什么？内室祷告还是有内室祷告，但是它可以让你有更深入的祷告。我们再看在教会的发展史、灵修发展史中间呢，有多位教父呢，他们进入修道院、进入旷野、进到沙漠，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用禁食、祷告、默想，要来亲近神。这是在旧约那时候也有，在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后来我们发现到有很多这个死海抄本啊，就是圣经里面以前没有印刷术。所以到16世纪之前都是用抄写的办法，那有时候会抄错，所以要找到越早之前的这些抄本的话呢，那才是没有受到这种人的意识更改的。后来有人在死海地方找到有死海抄本，那号称是现在用这种科学去查的是能够找到所有的抄本更早以前的。那死海地方什么东西都不能长。它根本就是一种沙漠的地方，他们如何能够生活呢？因为他们是在挖一个山洞，在山洞里面在生活。那里面就是像他们在讲的这些人，他们远离了整个社会，
进入到一种类似修道院的地方。那时候没有建修道院，他们就是在沙漠之间的山洞里面，或是到旷野的地方去。他们要与世隔绝的这种生活，他们在寻求的是什么？寻求要亲近神。如何亲近神呢？他们用这3种方法：禁食、祷告跟默想。我们现在最近在法国的地方还有一个叫泰泽，泰泽是一个他们有对外开放的一种修道院。很多人在暑假的时候呢，我们长老会有牧者会到那边去体验那种泰泽修道院的灵修生活。一天去那边3个礼拜中间呢，不能讲几句话，每天就是很安静的，用这种方式，你每天所面对就是自己一个人，然后有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一起在敬拜而已，吃的也很少。他们用的是这样禁食、祷告，然后默想的方法，为的是要能够亲近神。圣经中间呢，在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呢，其实他也是像这样，他是到旷野的地方去，所以我们正是讲旷野灵修祷告的一个典范在。施洗约翰呢，在路加福音的时候讲到他的出生，那时候说他在母腹中间就被圣灵充满了。他从生下来之后，淡酒、浓酒都不喝。在给他的使命中间呢，说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要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然后在以利亚裁剪以利亚到世上来，这是在马拉基书第4章最后2节所讲到的。在旧约里面最后2节就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会到，然后会再来，他是讲为主预备道路，然后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要为了想，为了要预备主耶稣要再来。施洗约翰就是用这种灵的这种使命来的。他的父亲呢，撒加利亚呢，他也预告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这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生下来之后，果然他就知道到旷野去的，一直到他为主预备道路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降生到30岁准备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这时候呢，施洗约翰都是在旷野的地方在那边生活。生活之后呢，预备要到神的面。那在旷野生活一定有它的意义在，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旷野的生活到底是怎样。旷野的生活呢，他是过的一个简朴的生活，因为今天经节告诉我们，他是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4节所告诉我们。那这代表了什么？简朴生活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们在牧师以前还在当执事的时候呢，那就更早以前了。我们曾经学习过简朴的生活，看了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能够过简朴的生活吗？因为这样子你可以更神更亲近。我们就学习那个课程，学习整个课上完之后，我们就想，那我们来去真正过一天的简朴生活吧。到哪边去过呢？在我们都市不可能的。那时候找到在花莲有一个地方，它是让你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去那个地方呢，一天只发1张卫生纸，然后没有厕所，你要自己到外面去寻找。然后一天只给你1杯水，然后有吃的东西，但是是非常简单的。让你能不能这样子的活1天？心里非常的这种怀疑，是不是可以这么过呢？后来决定说，我们那个团契是属于社经的团契，就说好，我们就去过1天吧。然后就开始联络说要过去，不知是怎样，为什么？后来我已经忘了是什么原因，就没有成型。想都是还好还是怎样就不知道了。想想那种简朴生活就是像这样，那为什么要过这个简朴生活？其实简朴生活呢，它有它的意义在呢。简朴生活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生活，因为你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那边也没有电。我讲的是花莲那个地方，也没有电，
也什么都没有，然后就是让你们有聚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的来灵修，还是更多的，他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地方给你而已。所以你一定会有更多的时间，你的心思呢也会更能专一，因为没有其他这外在的因素来影响你。这样的话呢，你愿意去追求神的话呢，你就更能够容易的来亲近神。旷野生活是为了什么呢？简朴生活是为了什么呢？乃是要让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使用，使用在什么地方呢？基督徒的简朴生活，就是为了要能够更亲近神。就像大卫他在旷野的时候呢，他就做一个诗歌，在诗篇63篇。今天刚好我们在上面敬拜的时候，他们所唱的就是这个歌。他们讲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来举手。”对象只有神而已，没有其他的。当你能够在一个地方不受其他干扰的时候，你所追求的是什么？大卫在旷野的时候，他做了诗歌，告诉我们他单单的要寻求神，而且是可想，而且是切慕。旷野的生活呢，也有很多的这种艰难，但是人在艰难的时候呢，更容易让我们可以来寻求神，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当你在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遇到很多的这种艰难的时候呢，你更需要仰望有大有能力的神。所以诗人呢，在诗篇107篇的时候呢，他也这样子讲说：他们在旷野荒地漂流，行不见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的祸患中来搭救他们。于是终于知道了我应该怎么样。可能在苦难的时候，在艰难的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旷野的生活呢，心灵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神，反而可以更经历神。诗篇107篇到后面就讲说，他使旷野变为水潭，叫旱地变为水泉。圣经中间强调，现在不可能叫我们去旷野生活啊，现在要找个旷野大概也很难了。那旷野生活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旷野生活就是圣经中间所要强调的禁食祷告、通宵祷告，这是现代的人的他的旷野的祷告的生活。意思是要怎样？就是暂时停止我们正常的生活的作息，然后停止我们生活应该有的享受，然后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心灵更专一来亲近神。旷野的生活，旷野的祷告灵修生活，也就是同样达到这样的目的。你已经不再有那些社会上一般的这种生活的作息了，你也没有那种生活在社会上一般的这种享受了，没有电视，没有冰箱，这些通通没有。我们停止了这些正常的生活作息，停止了生活应该有的这种享受，然后我们就开始有更多的时间了，更多的时间在能够专一来寻求神。在不到旷野期，我们在现在的生活中有什么可以达到呢？原来禁食祷告、通宵祷告，你就可以达到有这样子的作用在。我们再另外看尼希米，他听到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破坏掉的时候，他那时候做了一个他那时候所碰到的情形就是这样。他听到耶路撒冷情形，他马上就哭泣、悲哀几日，还禁食祷告。这就是一个，他也没到旷野去啊，就在那时候情形之下呢，他用这种方式要达到跟到旷野去的生活是一样。尼希米呢，他付出了代价，他停止了他日常生活中间的作息了，他停止生活中应该有的享受了，他有更多的时间来进入到旷野一样，就禁食祷告，然后昼夜祷告，甚至在王的面前事后的时候，他也带着愁容。这记载在尼希米记的第1章跟第2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过，我们可以非常的知道尼希米他的情形是这样。所以其实旷野
其实旷野是祷告是生活呢，它就是用禁食、少睡、暂时停止生活的作息，停止生活应该有的这种享受，为了要达到怎样？为了要达到跟神更亲密。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这里面其实有些人会意识会搞错，就是说我们不是要用功利式的来向神邀功，或是利益来交换。好像神告诉你，你看我现在连吃饭都没有吃的，我看我连晚上睡觉我也不睡，我那些享受都不要了。我到神你面前，你看到我这样子的受苦，所以祈求神你就要应允我的祷告。不，我们不是要这样，这是功利式，好像跟神有一个交易一样。我付出这样，神你就应该来回应我。不，我们的意思是乃是要怎样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更加专注来亲近神。我们要来聆听神的话语，向神来倾诉，然后来享受与神的同在。我们禁食祷告不是要用功利式的话，代表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将一切主权交给神。我们不要试着想要去改变神的新想法，我们只要将我们的渴慕来告诉神就好了。因为神才是这样，才是知道所有的什么样的情形对我们是人是最好，因为我们通常都只想到自己而已，但是神他会看全盘性的。所以旷野的祷告生活，用禁食、少睡等等这些呢，只是要将人的渴慕、将人的迫切、将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同时，另外一个是讲，我们更能够要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聆听神的话语，能够来专注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所知道的旷野祷告的生活。那旷野祷告生活会带来什么能力吗？我们来看施洗约翰就知道了。旷野生活的能力，第一个，施洗约翰我们看到他大有能力的来传扬福音，记载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1条刚刚所念的。因为他只说了一句话：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他的结果是怎样？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哇！你们可以看到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我们在传扬福音，会了很多的口舌，福音4部，又是3福，又是什么，学了一大堆的这知识里面，要将福音传出去，还邀请不过来，要邀请人来很难邀请人。但是你看施洗约翰他讲这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一个责备人的话，这是提醒人的话。但是看到的结果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的人，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了。约翰生活在旷野的地方，靠近约旦河，因为他会在约旦河帮人家受洗。记着做什么？承认他们的罪，然后在约旦河里面受他的洗。我们看到旷野生活让施洗约翰他大有能力，大有能力不是他个人有能力，因为他讲的道，使他讲的道变成有力量起来了。再来我们看旷野的生活，让约翰怎样？他的话临到了约翰身上，因为他预备好了。我们常常在讲说，不是我们在等神，是神在等我们。当施洗约翰他在旷野生活中间，经过一段时间30几年之后，神的话就临到了施洗约翰，使他能够直接指责那些假冒为善却是众人所敬重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今天我们所看的经节里面也有提到，在第7节里面，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们不要忘了，施洗约翰是在旷野生活，他根本不知道这些社会上的生活的情形，他怎么能够讲出一见血的话出来呢？因为上帝的话临到他身上，他已经预备好了。他透过在旷野生活里面呢，预备好要为主来使用，所以神就使用了他。第3个，我们看到施洗约翰他又有能力以生命给真理来侍奉。也就是他不偏离他的道路，
当有这么多人来到他神面前，他讲了大有能力的话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崇拜他，人家以为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要来的，以为他就是基督，但是他赶快谦卑的高举真理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以火给你们施洗。他讲的当然就是耶稣，因为施洗约翰在旷野的祷告的生活，让他有能力，能够有生命以真理来侍奉。不只是这样，施洗约翰呢，他得着能力去完成他的使命。刚刚在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他要生下来之前，已经得到了他的使命，乃是要在主的面前来预备这些道路，让有合用的百姓。我们看他行在主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在路加福音3章第4节到第5节说：预备主的道路，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施洗约翰在耶稣的面前，就像是在为耶稣铺路，又像是一个在介绍耶稣要出来了，先把一些事情都准备好了一样。所以他在那呼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过。很多人就到神的面前来悔改了。所以他因为在旷野的生活，所以大有能力。他讲的话，人家就听进去了，所以他能够完成他的使命。旷野生活的能力也给施洗约翰带来了为基督做见证，因为上帝使用了他，他为耶稣施洗，天就为耶稣开了，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耶稣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经记载说，第二天他在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又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然后又讲这是神的儿子。我们不要忘了，最后还有一个，在次日，再隔一天的时候呢，他又看到耶稣的时候，就做就是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他跟耶稣之间，只有在那时候见面而已。耶稣要来为他，要让他受洗。他说：我怎么能够？你要是为我受洗，怎么会我为你受洗呢？他们两个没有见过面，理论上，一个是在旷野生活，一个是在拿撒勒的地方那边生活。我们想想，彼得跟耶稣生活了3年之后，一直到耶稣准备要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还问他说：别人说我是谁？你们认为我是谁？那时候彼得才说出来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经过3年之后才能够知道。但是施洗约翰他在旷野的生活中间，神已经让他准备好了。他得着能力，见到主耶稣的时候，就说就为耶稣受洗，然后说：神啊，看啊，神的羔羊，除去罪人的罪孽，这是神的儿子。他不需要经过像彼得，还要经过3年中间的调教之后，才能在那时候才讲出来。接着马上又软弱了。但是施洗约翰并没有，因为他过着旷野的生活的操练。我们来看操练旷野的生活，对我们来讲有没有重要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耶稣在他传道的侍奉中间，他常常到旷野去，到山上去祷告，然后整夜的祷告。这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14章里面有，马可也有，路加也有。耶稣都这样子的，我们只能够不操练旷野的祷告的生活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第1章的35节，马太福音里面这边14章23节说，众人散了众人之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耶稣在晚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马可福音第1章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耶稣不是只有在晚上
在早上天未亮，他也到旷野里面去祷告。路加福音5章16节说，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当众人正在寻找他，他退到背后去到旷野去祷告。路加福音第6章第12节，那时耶稣出去散伤祷告，整夜祷告神。在耶稣的传道侍奉中间，他常常到旷野，他离开人群，到旷野去，到山上去，不是只有一时祷告，还整夜的祷告。清晨的时候也去祷告。耶稣都如此，我们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更应该要来操练旷野的这种祷告的生活。你曾经有过操练过旷野的生活吗？你曾经参加过禁食祷告、通宵祷告吗？你常有这样子的操练吗？如果有机会的时候，你愿意参加操练吗？不要忘了，我们刚刚结束的一个月的灵命操练，在我们门口一进来的时候，左边有一张大纸，那么希望大家加入在禁食祷告中间。为了我们一个礼拜、一个月的这种灵命操练，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邀请大家用禁食祷告，就是要让神向神来交心，说我们是这样的渴慕。盼望在这禁食祷告中，我们牺牲掉我们平常的生活作息，我们要牺牲掉我们的享受，我们要有更多的时间来跟神来亲近。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参与。我们当然知道有些人呢，他没有办法透过禁食，因为他有其他的身体的原因，必须没有办法有禁食的情形。但是我们也告诉大家，禁食祷告其实就是刚才讲这4样。你有没有停止你日常的生活作息？你有没有停止你原来拥有的享受呢？你有没有多出更多的时间来？你有没有让你的心灵能够更亲近神啊？只要达到这样的话，你不禁食也可以啊。你有某种付出，觉得我已经牺牲掉什么东西，为了要跟神有更亲近的这时间吗？禁食祷告只是我们一般来讲一般性的这种字眼。你能够透过禁食是最好。没有的话，你用其他的牺牲也是同样的，不是功利式的，好像我付出的，神就给我回应。不，这是告诉我们要向神来交心。我愿意这样子的话，是代表我们的迫切，我们的渴慕。就像诗人在讲的，我怎样的渴慕神，我怎样的思想神，我怎样的渴想神，跟神的关系在。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参加操练吗？虽然我们的为了灵命操练，我们刚刚结束，但是你还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参与。你自己一定有什么事情，你希望跟神来交心，希望神能够来照顾你，神能够神来回应你的话，你也可以自己就有禁食的祷告。教会里面有没有禁食祷告？就是像我们刚刚经过的，教会里面有没有通宵祷告？你知道我们的祷告会是在礼拜5晚上，我们是8点到9点半，这是全教会的一起的祷告会。牧师没有很强烈要求大家祷告，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对内是祷告的教会。有时候我觉得蛮惭愧的，你知道我们的祷告的人数有多少吗？请我们看一下第3页。第3页里面，祷告会聚会人数，我们是70人。我们教会有600多人，我们只有讲70人。写这个数字上，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惭愧，才1成多一点点而已。但是呢，我们下面上次聚会人是82人，80人是因为这么多个祷告会加起来以后才达到这样子而已。你会满意于这样子吗？你看第一个数字是25号。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是前面的32呢，是我们周5晚上的祷告会。后面的16呢，是9点半到10点半领主的祷告。然后26号的话，就是礼拜6的早上而已。28号的话呢，是有小组长训练的时候的祷告。30号呢，是礼拜3早上有一个读经会里面的祷告。我们用这么多的祷告加起来，也只不过是1成多一点点。
我们还可以来讲说我们的意向是对内是祷告的教会吗？当然，你们也可以说我们就在家里祷告啊，但是要是能够聚集在一起的祷告，我相信是更有力量的。我们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上面的操练上面吗？我们今天是祷告操练的第2堂。第1堂我们讲到内室的祷告，个人灵修的祷告。第2堂我们现在讲到是旷野这生活，也就是禁食或者是通宵的祷告。你也可以有个人的，但是要是能够教会整体在一起的时候，我相信那力量是更大的。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参加呢？教会有这个机会的。礼拜5晚上的祷告会是8点到9点半，是一般性的。我们现在所用的方式都是用每日研经释义，然后开始你来分享。在这个礼拜中间，你领受到的是什么？那因为这样子，我需要来祷告，所以众人就开始为你祷告，就这样子轮下去。我相信很多人参与，他们都有很深的这种感动。结束之后，我们9点半到10点半，另外有领主的祷告，那是更深入的。我们有教导完之后呢，大家又同心来祷告，为了更多的事情来祷告。像最近我们为了多元成家的事情，我们迫切的祷告。这种事情怎么会人要用人的意识就要改变真理呢？我们求神赦免，求神来掌权。这种的祷告呢，就是像是一种旷野生活的祷告一样。我们需要透过有更多的时间专一来向神祈求。我们牺牲了我们原来的生活的作息，牺牲了原来的这种享受，为了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向神来祈求。这边也可以再次的邀请教会有很多的祷告会，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参与，不只是只有在自己的灵修里面呢，你能够在参与在教会里面的祷告，我相信有更多的力量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愿意有操练旷野的这个祷告生活。在这个礼拜中间，我们也还是有小组。在小组中，我们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说，如果施洗约翰书在台北，在电脑公司上班的话，你想他会怎么过现代的旷野生活？你可以怎样操练自己的旷野生活？你要怎样来向主立约呢？盼望我们在这个礼拜中间，一直到下次我们再继续讲有关的这种祷告操练呢，是到12月1号。这中间不是要让他忘记，而是让我们有操练，让我们的操练能够成为真正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有这样子的特权，能够透过祷告跟主来直接的来交谈，直接的来将我们的心意来向主来倾诉，也能够透过祷告呢，神你就跟我们同在，我们也更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我们感谢神，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特权，但是更盼望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祷告只是流于形式而已，没有那更深入的祷告。我们除了学习有内室的祷告之外，我们要再次的进入像施洗约翰在旷野中间有更多的时间，我们牺牲的享受，牺牲了我们平常的生活作息，乃是要更多的时间来与主亲密。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日常繁忙的这种生活中间，也能够来享受有旷野祷告的生活。求主祝福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这时候我们要同心用主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